假如成日去 Nuru Spa 會發生咩事？冇錯，日本動作電影呢種特色玩法的確係令人難以忘懷。透明嘅潤滑加持之下更加緊密同埋激昂。除咗日本之外，聽講泰國甚至香港其實都體驗到，但係玩還玩都要小心留意。假如你成日沉迷咁 Nuru Spa 呢種玩意，好容易會跌入深淵陷阱。首先，你嘅身體會暴露喺病毒之中，唔好以為冇進入核心就安全。其實身體皮膚嘅接觸應該可以傳播病毒，嚴重啲可能會感染 HPV， 喺唔見得光嘅地方生咗啲粒粒。其次，兩個人緊貼運動嘅時候，好易因為地面濕滑而跌低走位，嚴重啲仲會跌咗落個窿度，唔小心做咗環保勇士，為咗打個冷震，將自己身體暴露喺病毒同唔安全之中，翻到嚟可能你感覺到痕癢，下面生紅粒，擔心起上嚟，仲要去做檢測或者去診所做化驗，中間等候結果嘅過程非常之煎熬。點樣同另一半交代呢？冇事都還好，只係虛驚一場。萬一有事嘅話，仲要接受治療，同要忍受無限嘅痛楚。大數據唔會呃人，有緣睇到呢一段影片嘅你，記得將呢個資訊轉發俾你經常去玩 Nuru Spa 嘅好兄弟，等佢唔好貪一時之快，令到身體有危險。大家有需要嘅話，可以嚟到我哋嘅網站，我哋有唔同種類嘅性病檢測同男士保健，幫助大家自信滿滿長玩長有。